第11章，恁应该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一样。我学了恁，因为恁凡事纪念我，佮坚守我所传予恁的。我愿意恁知影，基督是逐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妇人人的头，上帝是基督的头。凡那查甫人祈祷，也是讲道，若是砍着头壳，就羞辱家己的头。凡那妇人人祈祷，也是讲道，若无砍头，就羞辱家己的头。因为这就亲像剃头毛一样。妇人人若无砍头壳，就应该剪头毛。妇人人若用剪头、剃头做见笑，就应该着砍头壳。查甫人本毋应该砍头壳，因为伊是上帝的形象甲荣耀，总是妇人人是查甫人的荣耀。起初，查甫人毋是对妇人人来出，妇人人是对查甫人来出，并且查甫人毋是为妇人人做的，妇人人是为查甫人做的。因为安尼，妇人人为天使的缘故，应当伫头壳顶有覆冠冕的记号，总是照主的安排。女的毋是无男的，男的也毋是无女，因为女人原是对男人来出，男人也是对女人来出，总是万有拢是出自上帝。恁家己审察，妇人人祈祷上帝无砍头壳，是合宜的吗？恁的本性无也指示恁，男人若有长头毛，就是伊的见笑吗？总是妇人人有长头毛，就是伊的荣耀，因为这个头毛是互伊做砍头壳的。若有人想要辩驳，阮却无这款的规矩，上帝的正教会也是无。我现今吩咐恁的话，毋是学了恁，因为恁聚会毋是受益，就是招损坏。第一，我听讲恁聚会的时阵，彼此分门别类，我也留相信这个话。伫恁中间未免有分门结党的事，通互遐个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。恁聚会的时阵，算不得食主的晚餐，因为食的时阵，逐人先食家己的饭，甚至这个邀饿，迄个酒醉，恁要食啉，检是无家己的家嘛，也是藐视上帝的教会，互遐个无的见笑呢？我向恁通怎样讲呢？通因为这个学了恁吗？我无学了，我当日传予恁的，原是对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受卖迄一暝，摕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讲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恁放撒的，恁应当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摕起杯来，讲，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恁逐摆啉的时阵，就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直等到以来。所以无论什么人，无照理食主的饼，啉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体，主的血。人应当家己省察，然后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
因为人食啉，若无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食啉家己的罪。因为安尼，伫恁中间有一寡软弱的，甲犯病的，死的也无少。咱若是先分辨家己，就袂到伫受审。咱受审的时阵，就是互主定治，免得咱甲世人三甲定罪。所以兄弟啊，恁聚会食的时阵，就彼此挺台。若有人邀误，通伫家内先食，免得恁聚会家己处罪。其余的事，我来的时阵，搁安排。